Amber，我最近 sell 緊個客買 AXA 安盛卓越豐盛守護樂，但係個客對收入同付款保障有啲疑問，你會唔會有時間啊？想問下你關於呢一項附加保障嘅意見，睇下邊一樣先最符合個客嘅需要啊！梗係有時間啦，入嚟坐低慢慢傾啊。其實收入保障同付款保障有咩分別㗎？邊樣好啲呢？邊樣好啲就好睇個人需要嘅，俾呢個表你睇下先啦。選擇收入保障嘅話，因應永久完全傷殘同暫時完全傷殘，受保人會獲得唔同嘅賠償，最高可達6萬港元。而付款保障 ，AXA 安盛就會為受保人繳付信用卡、水電費等嘅家用賬單、個人或按揭貸款同埋住宅租金等等嘅日常開支。至於賠償額方面，每個分項都會因應受保人係永久完全傷殘定係暫時完全傷殘而有唔同嘅賠償額㗎。所以冇話邊樣好啲，都要睇返個別客人嘅需要㗎。明白。咁我聽日打返俾個客，再同佢詳細解釋下當中嘅分別啦。唔該晒你啊！